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陳維信。本港今朝早有啲驟雨㗎。從雷達圖像上高我哋可以見到朝早嘅時間有啲零碎嘅雨區係影響住本港㗎。截至朝早嘅時間本港多處地區錄到5毫米左右嘅雨量㗎。新界部分地方嘅雨量更加超過20毫米添。從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可以見到受住高空反氣旋影響中國東南部整體雲量都算比較薄㗎噃。我哋預計今日天色都唔錯，見到幾好嘅陽光㗎。而從維港望出去見到天上邊整體雲量都唔算好多。至於氣温方面今朝早各區嘅氣温就介乎26至27度左右啦。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將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天氣炎熱，最高氣温會上升至大概係32度㗎。風方面係會吹和緩嘅偏東風。至於之後嘅天氣我哋一齊睇下電腦嘅預測圖。我哋預計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幾日係影響住華南地區啊。我哋預計天色都唔錯，天氣都會幾熱下嘅噃。咁所以喺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本週餘下嘅時間都會係大致天晴，天氣炎熱㗎。今日嘅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祝各位有愉快嘅一日，再見。